上，万呀万得上。不晒光回放呀放光芒。福田要福田，西海生病归云长，归云长。小姐呀，已经到没？陪两年，陪两年，又倒发了。诉那心胸，财不钱，你爱呀，先求啊，夜落斜，希望夜落天公显。出身啊，手机呀，手机好姻缘，好姻缘。春啊，有了小爱，以后我让你讲话了。好，我唔笑你，手机呀，快求吧。小姐，这墙上啊，写的是胡乱心痛，结义两人，姻缘如松。拿去来看。啊，姻缘如松，坎坷不平。小姐啊，恭喜你胡乱心痛咯。唔过前伤过。哎，书记讲得好，好事爱多磨啊！你放心吧，强叔没讲自己两人嘛。我一天啊，一老公公陪定两人，在门后等你呢。春啊，小姐啊，要听你牵条红线啊。多发用啊，亲生父恩来提用。做娃空，做娃事，来轻松啊！人人将爱来手把握。手把
你让我这样。好。哎呀！手机上来抢官员，手起八色来上大人，俺有色里红云平，家爱不用我全生命。讲天发言来调戏，你看你没好东西。还讲村南有留意，那唔知为啥问题？哎，就是啊，我少爷有法同人讲。那你叔叔不清，我嘛给帮好讲。哎，小姐，你确定啊少爷唔是普通的人？人称小霸王朱通，在花田村可算是有名的人哦。萍水相逢在庙中，石头青年看雕用。望人开口老儿们，姑娘跟你同不同？少爷，少爷，人讲啊，我老婆做点工哦，脚哦。有理，对。边那可呀高那哟，苗里红口西用下，哎呦鸟一风口西用下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也还是没得钱的东西呀。安尼真歹势，如果唔是爱赔人的钱，无让你买部失望啊。这，如果小姐你有中意，小生奉送了你呀。从哪？公子啊，你呀施法，真是铁饭运狗，必走梁上啊！真是夸奖夸奖了。小姐呀，要为公子喊那个金银宫呢？哎呀，惭愧呀，惭愧呀！公子，请问你归乡啊？在下
相变名字，请问小姐嘿？我小姐想留名一人，迄刘太公的千金，我现做春兰啊。哦，真是很会了。公子啊，你敢能在我小姐的事情上提一数事啊？只怕写得不好啊！公子太客气呀！哎呦，我就来献出咯。心中面哈主人，怎说春风一边身，杭州中庭啊。将庭归送啊，用手头归送啊，用手头。小姐，请你自告。啊，陈所出国，一眼神。你出来呀！小姐，你快点走啊！使不得，还忙有比运钱。公子啊，请问你嘅避孕嘿？哎，不是啊，小生奉送你啊。天公爷你莫走，来ให้你送来呀。不用啊，莫要紧啊，不用啊。真是吹毛送权啦！对，你有天仙，你点哪一家的姑娘啊？是刘太公的千金吗？你是讲啊，老爷莫相信。我相信有没有地呢？方才这位小姐向我在一个事件上提示啊。哦，你问司法，既然叫人买司法，俺们来买，你们该下片喽。总是你有中意，请你随便通吧。好，来看那里。阿妹，你要太夫妻的嘛啥？哦，你啊，什么？伊就会楚霸王啊！楚霸王，嘿，他的霸王，我是小霸王，这是我个意思。这个咱们想嘛个？哦，你啊就会伊提个事实，伊讲伊的两胎能将山拔起来，所以也个欺骗该多生人啦。下得好，两个人买了，50两有那么？哎呀，不是按多啦。好了，这钱我给你，你再来。都出来了，你不是有带钱不？俺没冇带呢。你也冇带呀？哎呀，既然冇带，冇相干，俺奉送你啊。冇咯，俺两个又冇交钱，做人人喷来，阿冇爱用你啦。天公当主，俺喊人送元朗来本你，来。哎呀，不用啊。来
头，我来讲一下。小姐啊，你出去想嘛个，想得俺一生啊。冇乜个呀。小姐呀，是五里五的有，小姐心事一撇多，你心出难才别多。一种买法给下梦，春兰共你做莫长，家每年穷来嘛，看你婚姻可马上，怎样一个主呀郎，来到老爷心莫寒。爱兄婚姻共一番。母亲到来了啊！你就这讲乜个呀？讲了安欢喜得多咯。是啊，日等回来也无讲一声。春兰啊，求前的事情样办呢？夫人，小姐已经慌乱心痛了。春啊，那前世都哪能来看你啊？风兰神通啊，结义良人啊！拄到良人，春兰啊，也等你庙会，到底有拄到乜个人啊？我电话在庙会上拄到个人靠到嘞，贴片啊，系个卖花街。人品好，才貌送钱，小姐还很伊啊，在事件上提了一首诗呢。第一事件上提了一首诗啊。跟哪能来看你啊？还刘一写的文诗啊，诗写得不错啊。就是啊，意思有一点强胡啊。司机300数不迁就男女女爱的事情，有乜个强胡不强胡，但不敌人品离合啊。两位公子，相貌真是眉清目秀，仪表非凡，讲起话来出口成章，还是个经营工呢。经营工啊！哎呀，鬼条太路，还有人家单位啊，全部是中年外的啊。你看那是得吹气吼，人生意冇想做的嘿。这还有莫这样嘅，你夹去，你去啊吼，我让你装得你放心。好啦，去啦，来来去，迄有佢来亲爱，你迄边等海，来马上就回来呀。对呀，夹。来不及，给你买4块，这回来。记了，中年外下属队啦。不是啰嗦，你俩谁还不走来？好，给他。好。哎呦，我同你讲哦，千万唔好对别人讲哦。你行远嚟啊？来行远，我们讲的。我老家，我请你去做细路啊。好。俺老爷，我正话去做事郎。是呀，安好的事情，你还跟着听俺来去。好。来。